注意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3页。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3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5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5节，就是解说甲各地开悟信受奉行。即马就要来说的解说下面，就是第23页对头算倒来第6节，这就是咱这部六祖坛经第4品，名叫做讲做定慧品。就是说明禅定智慧的道理。定呢，就是禅定啦。禅定就是属于体，禅定的体呢是寂然不动，但却常常有智慧照料，名叫做讲做寂而相照。慧就是智慧，这个慧叫做讲智慧，这个智慧是一种的妙用，照而相即，就是讲常常伫咧发起智慧的妙用，伫咧照料，但却是寂然不动，保持着伊寂然不动之体，这名叫做讲做照而相即。禅定智慧呢，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用，但体甲用呢，这是无离开，名叫做讲做体用不二。所以将定甲慧呢，甲伊合作一个来说明。在《禅源自传集》有安尼直直讲这个禅呢是属于印度话，应该叫做讲禅那。来解翻译做咱中国话呢，名叫做思维修，也名叫做讲做静理。这呢，拢都是定慧的统称。也这个佛祖统在的第9有记载啊，唐玄宗请教建福辩禅师。问伊讲，啥物是戒定慧？迄当时阵，禅师甲伊回答，讲荒废之恶，名叫做讲戒。所以叫做讲荒废之恶，就是讲会当好预防毋对的，会当好来制止恶法，这名叫做讲戒。这个定呢，就是讲六根摄境不随缘。六根摄境不随缘，就是讲六根啊，虽然是进入去迄个六定的境界，但却呢未随缘，就是讲未随着外面的经验，未去甲伊攀缘。这呢名叫做讲做六根摄境不随缘，这名叫做讲定啦。就是讲有定力功夫的人，虽然是讲干业必实心。在五根啊，对着色声香味触的五定境界，却是心不动摇，这才叫做讲定。慧呢，就是讲心甲境拢空啦，但是却是呢，会当好来照觉，就是讲了了分明，这名叫做讲慧。安尼咱就可以了解戒定慧啊。伊个人的性分是啥物款啊？定慧品第4，咱即晚要来解说这品，就是说明禅定智慧的道理。这在咱这部六祖坛经是摆在第4品啦，所以名叫做讲做定慧品第4。一边思是众因现第7。五次法门以定慧为本，大众不灭。言定慧别，定慧一体不是义。
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，即慧之是定在慧，即定之是慧在定。若是此义，即是定慧定学。诸学道人不言先定发挥，先会发定国别，作出见者发有义相。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，恐有定慧，定慧不定。若心口既善，内外一如，定慧即定。自我修行不在于精，若精先后，即当迷人。不断信服，却证我法，不离事相。先知识定慧犹如河顶，犹如电光，有定则光，无定则暗。定是光之体，光是定之用。明虽有义，体本同一。此定慧法亦犹如是。这大段呢，就是在说明定甲慧是一体不二。就是讲禅定甲智慧呢，这是同一体啦。这呢无有两个，无差别。师是中一。伫遮所讲的师，当然就是在指六祖慧能大师啦。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开始大众就安尼讲啦，讲善知识。善知识这是慧能大师真客气来叫遮的听众。当然，听众内底要出家众，要在家众，要在做官的，总该称呼佮就讲是善知识。讲我出法门啊，以定慧为本。讲我这个法门呢，是以定甲慧为本。这个法门就是咧指顿教的法门，就是讲我所要来传予恁的禅宗顿教的法门啊，是以禅定智慧为本。定是啥物啊？会当好来调摄乱心，这名叫做讲定啦。就是讲咱一般的心呢，拢就是散乱。咱有一句话就在讲做心猿意马，也名叫做讲做心高意马。那对这个心高意马，咱会当来甲伊调摄。这个调就是调伏啦，摄就是摄受。会当好将心高意马来甲伊调伏，来甲伊摄受。使心高意马呢，莫乱啦，莫乱就是定咯。也关照事理呢，名叫做讲慧，就是讲会当好来摕起智慧，会当好对事理的关照，无论是事，无论是理，拢会当好来去甲伊关照，这名叫做讲慧。即嘛，慧能大师就是讲，我这个法门啊，是以定慧作为根本。换一句话讲呢，咱就在讲禅宗坐禅，坐禅好像讲是偏在定，但事实上，这个定甲慧呢，两个是袂当好离开的，而且这两个呢是袂使有偏差。袂使咧，倒一边成分较济，倒一边成分较少，一定两边的成分要平齐才会使。所以才讲以定慧为本。一边讲大众不灭，言定慧别，定慧一体。讲大众不灭，大众就是讲恁大家唔通灭啦，唔通将这个定甲慧这个道理呢，该错解，无清楚，言定慧别，因为别呢，所以就讲做这个定甲慧呢是个别，定慧一体不是义。讲这个定甲慧啊，这是一体，这呢
毋是两个。在起信论的注解内底，我来讲，这个禅是禅那，来翻译中国话呢，叫做讲做静理。这个静理就是即定之慧啊，即慧之定。咱讲即慧之定，讲这呢，就是啊，在这个智慧中之定，就是讲在这个智慧之中呢，有迄个禅定伫遐。或者呢，咱中国话叫做讲智慧。这个智慧讲即定智慧，讲这就是在这个禅定中的智慧，啊，就是讲禅定中有迄个智慧伫遐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在书则讲，恁大家毋通迷去，毋通以为讲禅定智慧呢，就是个别不同。在咱初学佛对这道理无真了解的人，当然咱会以为讲禅定是禅定啦，智慧是智慧。为什么呢？禅定就是使咱这个心定落去，莫散乱，这咪叫做讲禅定。智慧就是运用咱这个心来去照了真理，来去分别事实。所以这个智慧应当讲起来呢，就是有这个作用。那有这个作用，就毋是讲定咯。那一般人一定是安尼想法，但是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就甲咱讲，你袂使安尼想。你毋通以为讲禅定智慧是个别，禅定甲智慧呢，这是一体物件啊。所以叫做讲一体呢，就是讲禅定甲智慧啊是同一体性。不过呢，一边是用迄个体所讲，一边是用迄个用所讲义，不是义，毋是两个啦，无分开，究竟就是一个。所以在后边呢，要说明，就是讲，敢若像迄个灯火甲迄个光共款。那咱现在是莫来讲叫做灯火甲迄个光，咱即马就来讲一个迄个旋石手指，迄个旋石手指呢？迄个旋石珠啊，会发光。但是咧，这旋石珠的发光，为啥有迄个光呢？一定就是有一粒旋石珠伫迄个所在。所以，这个旋石珠，这就是一个体啦，也就是遮所讲一个定啦。因为像旋石珠这个物件，这是不变的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体。那这个旋石珠会发光，迄个光呢，就是对这旋石珠这个所在发出来。所以这个旋石珠的光，甲旋石珠的迄个本体呢，这是一个物件。有这个旋石珠一定会发光，迄个光就是在迄个旋石珠的体迄个所在。那这就是譬如这个定慧一体不二，做安尼譬如，我相信呢。咱我来当来了解，所以下面就讲啊，讲定是慧体啦，慧是定用。讲这个禅定啊，这是智慧的体，就等于讲迄个旋石珠呢，就是旋石珠的光的迄个体同款。因为你无迄粒旋石珠的迄个体质伫遐。无一个物件伫迄个所在，哪里有这个旋石珠的光照出来？所以这个定呢，就是属于智慧的体。这个慧呢，就是定之用。就是讲，你有这个智慧，这个智慧是啥物？这是有这个定的本体所发出来迄个作用。你这个禅定的本体呢，是有迄个智慧的妙用，安尼才有迄个价值。就等于讲，你这粒珠，你若是未发光呢，就毋是叫做讲旋石珠。你随便摕一粒石头啊，嘛是一粒定定啊。但是这个石头，因为伊毋是旋石珠，所以呢未发光。伊会有迄个旋石珠的迄个价值，就是伊有发光啦。有迄个光呢，才有迄个价值。所以这个慧呢，就是定之用。
啊，就是讲你这个智慧乃是心的本体呢所发起的这个作用，也这个定呢就是智慧的本体。这个定也可以讲就是咱众生佛性自性的本体。那这个自性的本体，伊的价值在哪里？伊的价值就是有这个智慧的妙用。所以咱将这个禅定甲智慧，该看作一体者，就是讲，无论是禅定也好，无论是智慧也好，拢都是咱众生心的本体，也就是佛性的本体。啊，一边是欲体所讲，一边是欲妙所欲用所讲。啊，就是由咱本体所发起的妙用，有这个妙用，必须有这个本体。咱众生本具佛性的价值，就是在迄个所在。但是咱众生虽然是讲有佛性，咱确实咧袂去啦。虽然是有智慧呢，去互迄个无明烦恼给砍掉咧。有一日，咱会当好来克悟佛性，使这个佛性会当好显现智慧妙用，咱就甲佛共款。一边讲即慧之时，定在慧啊。即定之时，慧在定。即慧之时，就是讲，就在迄个智慧迄个时阵。哇，即句讲就是讲，咱伫咧讲智慧迄个时阵，咱伫咧讲智慧迄个时阵呢，迄个禅定啊，就是在迄个智慧所在。哦，等于讲，咱就是讲，玄照子的光，哦，玄照子发光。那你伫咧讲玄照子的光，玄照子发光。当然，遐都是有迄个玄照子伫遐。你若是无一粒玄照子的迄个体质伫遐，无一粒宝珠的体质伫遐，哪里会发光呢？哦，所以你伫咧讲迄个玄照子的光，迄个时阵呢，玄照子就是伫遐。哦，再讲叫做即慧之时啊，定在慧。哦，咱伫咧讲智慧的时阵呢，禅定的本体啊，就是在智慧迄个所在。一边讲即定之时，慧在定啦。讲咱呢，伫咧讲即个禅定迄个时阵，智慧啊，就是在禅定迄个所在。也就是讲，咱伫咧讲迄粒玄照子，也迄个光呢，也就是在玄照子遐。因为你甲讲迄是玄照子，必须有光才会使咧甲讲做玄照子啦。那假如讲伊若是未发光，根本就毋是玄照子。同款的意思。你伫咧讲叫做禅定的本体，这个禅定本体就是咱自性的本体咯。那这个自性的本体中，就是具足智慧伫迄个所在。所以，当你伫咧讲咱的自性禅的本体迄个时阵，那智慧呢，也就是在迄个禅的本体中。这以玄照子甲玄照子的光来摕来说明，应该咱是可以甲体会、可以了解。一边讲若是出义，即是定慧定学啦。讲假若咱若是会当好来了解这款的道理，哦，了解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，即慧之时定在慧，即定之时慧在定。那会当好了解这个道理啊，安尼就是定甲慧呢定学，定学就是讲共款平等呢来学习，安尼叫做。定慧定学，那在《梵经》有安尼伫咧讲啦，讲十诸菩萨啦，智慧力多，三昧力少，所以呢，未当好来明见佛性。也声闻缘觉，三昧力多，智慧力少，伊是因缘不见佛性。诸佛世尊定慧定过明见佛性，这就是说明讲智慧禅定两边呢，一定要并济平均啦。智慧强，禅定弱，或者是讲禅定较深，功夫较深，智慧较无，这拢是袂使，必须定慧坚定。哦，所以。伫遮慧能大师则讲，你若是当了解定甲慧哦，这两个一体不二的道理，
哪里呢？就是禅定甲智慧呢等合，就是讲平等来去学习。主学道人啊，莫言禅定发挥，禅会法定各别，作出见者法有其上。主学道人就是讲所有修学佛道的人，讲所有修学佛道的人啊，唔通讲禅定发挥，讲先有这个禅定啊，再来启发迄个智慧，或者是呢，先有智慧呢，才发迄个禅定，唔通讲禅定甲智慧呢是各个差别。作出见者，讲假如你若是做这款的见解呢，变成讲法有其上。法有其上就是讲，对这个佛法呢，变成就是两个啦。一个禅定，一个智慧变成异相。啊，这个异相就变成一种对台法啦，变成是一种绝对之法。在其他的经典，就是讲因界生定，因定发挥，是则名为三无六合。就是讲，先有持戒，然后再当得到禅定；有禅定，然后再当得到智慧。戒定慧，这名叫做三无六合。无六合的意思，这就是属于出世佛法。一般就是先有禅定，才有智慧，因为禅定来启发智慧。但在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的讲法完全不同，就是讲禅定智慧这同时具足，袂使先讲先有禅定才启发智慧，也袂使你讲先有智慧才来启发禅定，袂使安尼讲法。六祖慧能大师伊的说法，咱必须爱把握伊的重点。伊的重点是啥？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已经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，所以伊所讲的呢，拢是约本性所讲。在这个本性上讲起来，禅定智慧呢，这是同时具足的。因为所谓禅定，这个定就是讲寂然不动。寂然不动的定体是啥物？就是咱众生本具的佛性，也就是佛所证的菩提涅槃，就是法身真理。这个法身真理呢，是不生不灭，无去无来。这在《楞严经》所讲，就是讲做修楞严大定的定体。啊，这个修楞严大定的定体呢，这是咱众生的个个拢具足，每一个众生拢有。这个定体呢，就是佛性咯。佛性就是有迄个智慧的。假定讲你这个佛性，只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定体伫迄个所在，定伫遐，袂顶袂动。若是无智慧作用，安尼你这个定体也无啥物款的价值。因为你这个不生不灭的定体，你这个不生不灭的真理的所在，就是有智慧伫遐。这个智慧呢，会启发迄个妙用。虽然是讲启发迄个妙用，但是智慧本体完全寂然不动。奥妙就是伫迄个所在，价值呢也是伫迄个所在。六祖慧能大师所谓叫做禅定智慧是一体啦，唔通家讲先有禅定才有智慧，唔通讲先有智慧才有禅定，唔通讲有前有后，这完全拢是站在迄个本体中所讲。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已经是顿悟到真理的人，也就是讲已经得到明心见性，已经得到开悟的人。所以站在迄个开悟的境界，大概讲迄个禅定智慧呢是同时具足。咱一般为什么叫做先持戒，才有这个禅定，才有智慧呢？这是要咱这个众生一般修行的阶段所讲的。咱众生现在是在迷啦，在迷的众生呢，当然就是非非乱做，非凡啦。
因为这个非法心就散乱，心散乱，心就袂实了。所以必须呢，先制止你的非法，袂使非非乱做，袂使做非法。安尼呐，就是爱先持戒。你有持戒了，当然你这个心就会定，因为你持戒就是约束你的身心。所以有持戒这个所在呢，就会当约束你的身心，使你的心高意马呢，袂乱打妄想，使你的嘴袂黑白讲话，使你的行为呢袂黑白做。安尼就是你有定，有定迄个所在呢，才会当好开发智慧。咱一个人的智慧倒来，咱也是讲心真乱，咱的行为呢真复杂，咱的行为呢无一个标准，那呢咱就失去了理智。你看，凡是一个人在买酒色，调多饮这个时阵，你看伊有智慧无？绝对是失去了智慧的人，失去了理智的人。所以钱开较济，拍歹身体，伊拢不管了，因为已经失去了理智，这款人失去了理智。那假如讲咱一个人若是当规规矩矩做人，咱的生活会当好真正有规律，心呢会当好真正安定，静落去，伊会去思考代志，自然呢对世间的这事物啦，每一项代志当看起来真正清楚，安尼呢绝对都袂去咸着路。这是对浅的方面讲起来。那咱一个人，在咱一般众生讲起来，咱现在是伫咧修行，咱要来得到智慧，有智慧才能断烦恼了生死。要得到智慧，必须要有禅定，有禅定必须要有持戒，就是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挥。这名叫做讲三不六合。那这呢是约咱现在是灭的众生所讲。六祖慧能大师是约在伊5个境界，才讲叫做定甲慧啊，一边是体，一边是用，同时具足袂使你讲先有禅定来开发智慧，也袂使讲先有智慧才有这个禅定。那安尼讲法呢，变成讲禅定智慧各别，变成两种的相，两种相就变成一种差别相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开始的重点。最先先听讲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断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